爱情结束了这段时间，我一直问我家己，是毋是我无够好？是毋是我做无着啥物？我想拢无，想拢无。这段时间，热恋的人，互相来一无双方面的心，敢有相通透？虽然你无讲话，但是我嘛感受会到你有百般的苦衷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不是因为谁无好，是咱方向无同。日行离了愈远，昨年啊，咱无少联络，时间确实是最好的解药。我已经找到所有的答案，假使接受所有无答案的代志。感谢咱曾经相识，我怀念咱消失的爱情。我怀念。虽然你无讲话，但是我嘛感受会到你有百般的苦衷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不是因为谁无好，是咱方向无同。愈行离了愈远。3年啊，咱无少联络，时间确实是最好的解药。我已经找了所有的答案，就是接受所有无答案的代志。感谢咱曾经相识，我怀念咱消失的爱情。我怀念。